级的妈妈们活灵活现地诠释着客家人物大婶婆。其实大婶婆她就是一般的客家人的那种形象，扎了一个发髻，她很热心助人，非常热心助人啊。逗趣诙谐的舞蹈动作是每次出国一定要表演的一支舞，而舞团背后的灵魂人物就是这一位舞蹈科班出身的李碧云老师。大家脸上要有笑容啊，享受这个舞蹈之中啊，它这是很快乐的舞蹈哦。仔细盯着舞者的每个动作、每个细节，李碧云比谁都还要专注。拿起来。他们很怕我。为什么会很怕老师？站好！你给我闭嘴！我有时候会发飙。俏皮地模仿老师的动作，这个舞团里气氛很自在，但老师很严肃，因为李碧云有着推广客家舞蹈的使命。客家没有舞蹈，只有三角采茶戏，有客家大戏，所以这个舞蹈要自创。有时候要自创的时候，心里会有一股很战战兢兢的心态来去编舞。为什么？因为怕它编得太离题了。可是如果说编得跟三角采茶戏一样的话，又没有创新。有了这股冲动，李碧云8年前正式成立了喜山坑舞团，用客家歌谣来编舞，从音乐、道具到服装，全部到位，马虎不得。本来是美浓有一个老师傅在做，他是用棉布做的，但是因为了舞台效果，还有在国外演出的时候，不要让我们感觉到很悲情的感觉，所以呢，我就故意用了这个叫做亮布来做。小小的舞团还多次受邀到国外表演，可让团员妈妈们受宠若惊。下飞机的时候，我的团员说，好像大明星一样。你没有感觉你是出国，看到满满都是客家味道的香气，就是让我们感动不已，会流泪。带领舞者一个动作一个脚步细心教学，李碧云用自己的热忱继续编织客家文化之舞。一步走位，一弯指花，都是李碧云的思绪。一件蓝衫，一段小曲，尽是客家风情。喜山坑的大婶婆手足舞蹈间，编排出我的感动时刻。